除会事安宁。福禄前元亨利贞。宋子活佛经。普惠双增长。宋子活佛经。子孙得安宁。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复。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灵。若未复念，不得长寿。若为王化念，亡灵得超生。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几功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几功真经，觉悟地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96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读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耳却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无边，老幼康安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。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佛石叩首。一叩再叩三叩四叩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恭诵济公活佛救世真经，济世群生照3000，公正无私可达焉。佛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。真经应运出，灾消劫除大道尊。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八八圣贤记。佛圣先真发慈悲，德泽群生得光辉。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曹开妙玄。应身下凡施天然，中途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。白杨逢运道现存，青红运已隐，阳光普照道德扬。万邦咸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。灵山如来净观照，无师指点路一条。千经万年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。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太白杨玉。佛经说破朦胧云，善智愚子离苦轮。26手衣，武器朝元以计飞。莲花座上会丹芝，尊者本罗汉。藏六金身照世间，济人醒世归依安。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后莫迟疑。受师点化脱苦知，学至中庸病。心诚把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成。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。应运开泰万象财，善智慧朗朗。立身行道内外功，理正事理天下通。古今谁无错，过误但改助善科。科成过后苦海淘。
士农及公苦，至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。今闻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托古文，星辰前拜颂，消灾解厄普障。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，万病解却孽不缠。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世安宁。不入前缘亨利贞，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。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宁。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。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念，父母得长寿；若为王化念，亡灵得超生。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声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96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深入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读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耳却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福无边。老幼康安寿延年，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。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，持叩首，叩在口，叩六吹电扇的声音呢？恭诵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豪兴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苦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无限，收元显化在闽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策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点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
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钦点弘法显神通，扯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手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亡2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时后后再后再后4后5后6后7后8后9后10后手。哀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朝明，婢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导，圣慈朝歌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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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后学今天导读到这里。
各位前贤晚安。谢谢佩仪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乐、各位前贤一起诵经导读，一起诵经回向。晚安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晚安，晚安，点传师晚安。晚安。感恩前贤慈悲前贤们晚安，感恩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还有领任晚安。孙觉领任晚安。领任晚安。晚安，师典晚安。晚安，师典晚安。副领任晚安。点传师晚安。点传师晚安，感恩。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简经理晚安，徐讲师晚安。何前贤晚安，林前贤晚安，林讲师晚安了，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。简经理晚安，徐讲师晚安，林前贤晚安，何前贤晚安。